花，咱充满喜乐。耶和华好，耶和华咱的祈祷，主会听，伊会将伊的平安赏赐予咱。哈利路亚。同心来到主的面前，上帝搁要领教，伊要复兴咱的国家，要复兴咱的教会，伊搁要复兴咱的生命，伊要将伊丰富的生命、丰富的恩典，要赏赐给咱每一个人。哈利路亚。我心愿阮对你。
咱的天父，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是带有开咱，耶稣来是要除灭这个魔鬼的作为，而这个世间一切这个黑暗的势力，靠着咱耶稣的名，咱要来宣告，要除去这一切。这个是无想要邀请咱的众兄弟，既然咱到伫上帝伊面前，咱拢有福气，就是摕着主互咱的祈祷的权柄，会当来为着咱的国家祈祷，阿们吗？咱徛起伫即个所在，咱感谢上帝，互咱伫即一年拄着全世界即款的疫情，但是上帝伫全世界内面特别顾守咱台湾即个小岛屿，因为伫遮有侪的基督徒举手伫遮不断40天、50天一直为着咱台湾祈祷。上帝疼惜台湾，就是疼惜每一个百姓，就是疼惜每一个你，阿妹。咱拢是上帝恩宠的囝儿，所以咱要继续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，求上帝来帮咱保守，互咱的国家特别伫政治的顶悬，上帝伊的公义伫咱的内面，上帝嘛保守台湾，保守任何国家的攻击，阿妹吗？所以咱爱举起咱的手，因为平安是在伫耶和华的话，所以咱爱靠着耶和华的话，咱来祈祷求上帝赏赐咱台湾有那平安，搁互咱台湾的人民，咱的心拢要福到转来归向伫耶和华上帝，互咱的教会，互咱的国家行伫真理内面，阿妹吗？咱举起咱的正手，咱要为着咱的台湾，咱开声来祈祷，1、2、3，哈利路亚！哦，主，你是万有权能的，主啊，你听阮的祈祷，你讲阮求你就听，阮信就得到。主啊，你的灵伫这个中间，就伫阮所有听这个内面。主，阮举手祈祷，阮为着台湾提名祈祷时，主，我要看见你怎样照着阮所祈祷的来应允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，阮台湾对着这个疫情，你着平安，阮兄弟嘛对着平安。主，这是你的恩典，求你继续来保守，互阮的台湾这阮的政府来用上帝你的真理来引带，来带领阮的台湾，行上帝你所欢喜的国度，除去一切这的罪恶，除去这一切黑暗的势力。主啊，你保守台湾，继续成做福音的出口，将福音要传到伫世界各国。主啊，我知你是听祈祷的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喝了你的名，哦，恳求，这就是咱的恳求，哈利路亚。台湾的土地，伫我的眼国教会设立你的宝座。